门，阳光才准备要露脸，钟先生一家人已经在厨房里工作了4个小时。为了赶上压模机运作的时间，老板让4个锅炉同时间搅拌。不过这一次要兼顾这么多，就得跟时间赛跑，连我们的来访都没空讲上1、2句话。这边是比较紧凑，每锅的下去的力道不太一样。好不容易趁空闲说了几句，老板又拿起棒子搅拌。这一刻都不能耽误的动作，就是做花生豆腐的关键。这个搅拌的动作如果不完整的话，我们内行人一入口不用吞，一入口就知道它煮的够不够。绵密可口的花生豆腐是屏东县内埔乡的客家传统美食，全台湾也只有这里才吃得到。而花生豆腐之所以呈现淡紫色，是因为花生的薄膜含有植物性铁，遇到高温就会变成紫色。独特味道加点酱油就很好吃。不仅制作过程繁杂，使用的花生老板也不敢马虎，每天早晨固定在家门口晒花生。因为花生最怕黄曲毒素，黄曲毒素什么都不怕，只怕太阳。对每个步骤都细心以对，钟老板和老婆女儿吃苦当吃补，6年来每天守住，传承近60年的老字号招牌。究竟它有一个使命在，这是一个传承，因为已经没有人懂得古法的做法。在整个工作的过程当中，我刚才有讲，不敢讲辛苦，因为你是凭这个在度日子，在吃饭的家伙，所以不敢讲辛苦。继承丈母娘的古法手艺，钟先生一家人用心用感情做花生豆腐，盼每个来往的客人能够体会到客家传统美食的精髓所在。晨曦中映衬淡淡的紫色，锅炉里翻腾满满的花生香。60年的老店传承客家100年美食，也传递感动时刻。